350号赛车差点是撞到了第4组别的领跑赛车。跑得特别好，你甚至在追第2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一个女孩子要玩赛车？大家就觉得女生可能是摆拍当个花瓶，你只要用实力告诉大家，速度没有性别。18岁的时候我去考驾照，我妈说不可以，因为你是女生。会觉得每一台车都有它自己的小脾气，你要慢慢的去跟它相处。我觉得我能把车安全带回来，我就已经赢了。女生的车手的不优势，大概每一脚的刹车，都要120磅左右。我用了3年的时间才有这个力气。我自己现在也在组建女子车队，还是希望我们中国的赛车事业越来越好。